未行上去體育館，已經放咗啲電。地點距離地鐵站都有一段路，可以經呢條樓梯行上去石硤尾公園。呢度就係石硤尾公園，跟住再行斜坡。對大人嚟講已經放完了電，咁辛苦行上嚟，唔係為咗享受呢個美景。究竟呢個兒童遊戲室好唔好玩呢？我哋依家就一齊嚟睇下啦！快啲睇下有咩玩先！先睇下個開放時間，1至45分鐘都唔錯。45分鐘真係可以放到電。快啲睇下有咩玩先！咦？呢個場都幾簡約主義喎。唔緊要啦，小朋友都係自得其樂。就煮飯。你都見我哋個仔咁大，翻去曬都炒。琴晚攞到啲咩翻去啊？一翻到佢又好乖喎。家長又有個地方可以吹下水，我就煮飯食飯。而且小朋友行上嚟都已經放完電。